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每日都用 AI，佢嘅強大已經唔使多講。但係當我哋依賴市面上呢啲大型語言模型 LLM 嗰陣，有個隱憂真係要正視。部分公開服務，尤其係免費版本，會將你嘅對話內容拎去訓練，即係話你嘅私人嘢或者公司內部資料其實有機會流出。雖然企業級 API 通常有嚴謹嘅私隱條款，但風險並未完全歸零，我哋始終要審慎評估。咁到底點算好？為咗同時兼顧私隱同實用性，我哋係咪要完全拒絕公開服務，定係要自己買伺服器搞本地部署，又或者改用私有化嘅雲端或 App 版本？邊條路先最務實、最划算？而家坊間嘅意見真係好兩極，有人話自購硬件最安心，有人話直接叫 API 最省事，亦有人堅持微調先至專業，仲有大把人推 RAG 簡單又有效。每個講法聽落都有道理，但深究落去，你會發現各自都有難以忽視嘅瓶頸同限制，絕對唔可以憑感覺亂咁揀。今次條片我會同大家由私隱安全、硬件成本、反應速度同審查機制四大維度，逐個拆解本地部署同公開模型嘅優劣，仲會提埋微調同 RAG 呢兩個熱門方案嘅實際適用場景，以及新手成日中伏嘅地雷位。第一部分，香港用家嘅公開市場選擇免費版有咩好嘢？講到公開市場嘅大模型，香港用家首先要搞清楚一個事實。ChatGPT 同 Claude 嘅官方服務喺香港係用唔到靠 OpenAI 同 Anthropic 嘅第一方服務喺香港同中國內地都係被封鎖嘅，所以你見到嗰啲所謂 ChatGPT 香港版好多都係第三方代理，或者要靠 VPN 先得，穩定性同私隱保障都成問題。咁香港用家到底有咩選擇？ DeepSeek 絕對係目前最值得關注嘅一個。DeepSeek 嘅網頁版同手機 App 喺香港係完全可以直接用到，唔使 VPN， 唔使俾錢。佢嘅聊天界面 chat.deepseek.com 完全免費，有非常闊綽嘅使用限額。對於一般用家嚟講， DeepSeek 係目前最強嘅免費選擇。最新嘅 DeepSeek V4 系列分咗兩個版本 ，V4 Pro 總參數 1.6 兆，激活參數490億，定位高性能，適合處理複雜任務。VC Flashes 總參數2840億，激活參數130億，主打快速、經濟、回應更快、成本更低。兩個版本都支援100萬超長上下文，即係你可以一次過掉一份長篇小說俾佢分析都冇問題。除咗 DeepSeek 之外，香港用家仲有其他選擇。Google Gemini 喺香港係可以用到嘅 ，Kimi、Queen、通義、千問都係香港可用嘅選擇。豆包都係香港用家常用嘅工具之一。第二部分，免費版嘅限制，幾時要考慮付費？好啦，既然免費版咁正，點解仲要諗付費？因為免費版一定有佢嘅限制。DeepSeek 嘅免費網頁版同 App 雖然唔使錢，但高峰時段可能會遇到算力擠兌、速度變慢。高用有啲用家反映遇到過用量超出限制。另外，免費版嘅功能相對基本，冇檔案上載，冇圖像生成，冇插件，冇專案工作區。如果你嘅工作需要大量嘅 token 消耗，例如日日寫幾萬字嘅報告，穩定嘅回應速度唔可以等，更專業嘅功能，檔案上載、圖像生成等，咁就可能要考慮付費方案。但要留意 DeepSeek 嘅收費模式係 API 按量付費，唔係月費制。第三部分，本地部署，自己起伺服器要幾錢？好，講完公開市場，我哋睇下本地部署嗰邊。首先你要明白一個殘酷嘅現實，顯存 VRAM 係核心，其他硬件都係配角。一般嚟講，4G 字節顯存叫起步，8G 字節舒適，16G 字節夠用，24G 字節以上就係專業級。70億參數模型喺 FP16 精度下需要大概14G
字節顯存，即係一張 RTX 4090 24吉字節或者 A10G 24吉字節可以搞得掂。但如果要部署130億參數以上嘅模型，就要多卡並行。好消息係 DeepSeek V4 Flash 嘅激活參數只有130億，對硬件要求相對溫和。而 Google 嘅 Gemma 系列開源模型，官方話只要電腦有16吉字節系統記憶體或者顯示卡記憶體就可以喺本地執行。但壞消息係，如果你想部署嘅係大型模型，好似 Kimi K3 咁，總參數2.8萬億。官方技術文件建議要用64張或以上加速器組成嘅超節點配置，權重大概1.4至1.5太字節。呢個成本我唔使講你都估到，1000萬港紙起跳。所以本地部署唔係得唔得嘅問題，而係你有幾多錢嘅問題。第4部分，成本對比，幾時用 API， 幾時自己起，咁到底點樣揀？呢度有個好重要嘅概念要搞清楚。API 按量付費嘅好處係啟動成本幾乎係0，註冊一個 API key， 充值幾百蚊，當日就可以開始用。想換模型就換模型，用量大咗可以彈性擴容，唔用就停止計費。適合用量少或者仲喺驗證階段嘅用家。本地部署嘅成本結構啱啱相反，初期投資大，但用量越大，平均單價越平。一次性算力投入之後就係持續嘅運維成本，適合調用量大、長期使用嘅場景。有分析指出，單睇每100萬 token 嘅單價去比較本地同雲端係一個陷阱。GPU 嘅標價或者 API 嘅價目表只反映咗故事嘅一小部分。你要計嘅係總擁有成本，包括硬件、折舊、電費、冷卻、維護，仲有你嘅 IT 人員時間。第5部分，私隱安全最核心嘅考慮。好，講到呢度，我要翻去引言提過嘅私隱問題，呢個可能係你最需要留意嘅位。市面上大部分嘅免費對話式 AI 大語言模型嘅 App 同網頁版，預設情況下係會用你嘅輸入嚟改進模型嘅，雖則有用戶可以選擇退出 opt-out 嘅機制，但對於處理敏感資料嘅用家嚟講，呢個風險絕對唔可以忽視。對於有嚴格數據駐留要求或合規需求嘅機構嚟講，用免費嘅對話式 AI 大語言模型處理敏感工作可能會有問題。簡單嚟講，你用免費版風險最高，你用付費 API 保障會好啲，但都唔係100%零風險。如果你嘅工作涉及到公司機密、客戶資料或者任何唔可以外泄嘅敏感資訊，呢個絕對係一個需要認真考慮嘅因素。而本地部署喺私隱方面嘅優勢就係數據從來唔離開你嘅伺服器，你控制晒所有嘢，唔使擔心第三方會點樣處理你嘅數據。呢個亦係點解越嚟越多團隊開始回流到本地模型嘅原因之一。第6部分，微調 vs RAG 兩個進階方案。好多人會問，咁我使唔使做微調 fine tuning 定係用 RAG 就算？呢兩個嘢成日被人混淆，但其實係兩條完全唔同嘅路。微調係將模型本身嘅權重去調整，等佢喺某個特定領域表現得更好。好處係模型會真正學識你嘅專業知識，反應會更自然、更準確。但壞處係成本高、技術門檻高，而且要重新訓練，唔係一般人玩得起。RAG 檢索、增強生成就係另一回事。模型本身唔變，但每次問問題嘅時候，系統會先去你嘅知識庫入面相關資料，然後連同問題一齊俾個模型去答。好處係 set up 相對簡單，成本低，而且你可以隨時更新知識庫，唔使重新訓練模型。但兩個方案各自都有難以忽視嘅瓶頸同限制。微調要錢、要技術、要數據 ，RAG 要搞好啲，檢索準確率其實一啲都唔簡單，絕對唔可以憑感覺貿然決定。
第7部分實戰建議。咁到底點揀？好，講到最後，我綜合返幾個實際場景俾大家參考。如果你係一般用家，日常寫作、學習、問下嘢，DeepSeek 免費網頁版或 App 已經非常夠用，完全唔使錢，仲要係目前最強嘅免費選擇。如果你係 freelancer 或者創業者，需要處理大量文字工作、分析報告，可以先用 DeepSeek 免費版試下水溫。如果發現免費版唔夠用，例如高峰期太慢，或者需要檔案上載等功能，先至考慮 DeepSeek API 按量付費，用幾多俾幾多。如果你係中小企，要處理公司內部敏感資料，強烈建議考慮企業級 API 方案。DeepSeek 嘅 API 定價非常進取，比起 OpenAI 同 Anthropic 同級模型平5至10倍，但要留意峰谷定價，盡量避開上晝9點至12點同下晝2點至6點嘅高峰時段。如果你係大型企業，每日調用量極大，而且數據極度敏感，本地部署先至係終極方案。但要預咗初期投資係百萬甚至千萬級別，呢個唔係一個技術決定，而係一個戰略投資決定。如果你係技術愛好者，想玩下最新嘅開源模型，DeepSeek V4係開源嘅，你可以自己 host、自己 fine tune， 完全冇授權限制。總結：本地部署 vs 公開市場大模型，冇一個絕對嘅正確答案。你要考慮嘅係預算，你肯俾幾多錢？用量，你每日用幾多？私隱要求你嘅數據有幾敏感？技術能力，你有冇人搞得掂伺服器？靈活性，你想唔想隨時轉模型？記住我喺引言講過嘅一句，絕對唔可以憑感覺貿然決定，坐低計清楚條數，諗清楚自己嘅實際需要，先至作出最啱你嘅選擇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大家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或者想我詳細講某一個部分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